今年4月底，Costco 的冷冻鱼小人线验到 A 型肝炎的病毒，嘛影响到4万个消费者。虽然 Costco 提出补偿的方案，也毋过有的消费者佮消基会，因拢无法度接受。早起消基会嘛，正式为135个消费者来提起团体诉讼，要求赔偿1100多万。提出高价诉讼，消基会律师团到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庭，替135位消费者提出团体诉讼，因为进前好事多所卖冷冻3种综合鱼果、南鱼加草鱼连续验出 A 肝病毒，影响国内消费者4万多人。消基会认为好事多退一赔一是无负责任的维稳措施。对于消费者，顶多是只有他买卖的金额的1倍的这样子的一个补偿而已，但是对于其他的这个消费者的一些精神上赔偿，这部分其实都没有的。消基会表示，代志发生到即马，敢若维持低调，只有声明用并买记录甲会员卡来退钱，加一倍买食品继续来赔付。最后，试用期开始60天内出现疑似 A 型肝炎的症状，检验补助每人新台票500块，确诊会负责医疗费用。因为这间公司事前无尽到商品把关的责任，但是发生了后，各无会失的也无讲到赔偿，所以提出产品费加上医检费加精神抚慰金的3倍定发性赔偿，总共求偿金额1107万2620块。我们主张啦，一个人的精神慰抚金以2万元为计再加上产品跟他的医检费所支出的一个费用加计以后，再乘以这个消费者保法第51条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。针对这团体诉讼事件，好事多是表示会继续主动甲消基会联络，理解详细内容甲看法，同时用消费者健康前提考虑情形之下，继续努力甲继续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